主角會於雪地偶遇，那對白是數十字，感覺如情詩，有着明月或暗月，世上的一對靈魂伴侶，天生一對，天意允許，無戀愛詩句激發想像的樂趣。我幻想一個靈魂伴侶，沒有差距，只要無過配合了接佢。大希冀的眼神，極陶醉。